继续来看屏东科技大学一个男大学生骑机车要去万丹找朋友，驶到一个无车红灯的路口，甲一个女驾驶相撞。男大学生王生乐，搁3天就要毕业，所以来发生着死亡车祸，家属悲伤，无法度接受。 救护车赶到车祸现场，热心乡亲摇雨伞替着伤人砸日头，伊伤势真严重，现场已经唔知人。机车的车头拢歹去，车壳零件落甲满四间。车头伫遮嘛，我车停伫遮，我遮在弄甲密密麻麻都会管。 涂骹有真长的洞仔痕，昨早起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，和一个要毕业的屏科大社工系男大学生不幸无命。道路顶嘛，车开到作向的嘛，车开到作向啊，则无红灯青灯的。 姓周的男大学生当时骑车经过大昌路，这个姓的女驾驶是赛车沿大准路底驶，双方伫路口相挨。这个大学生伤势真严重，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。本来14学校就要举办毕业典礼，想要到伫毕业前发生这款遗憾的代志。 就很难接受啊！原本是说考硕士，然后考上之后就边工作边读书这样子。而且他妈妈也是很可怜啊，重担要卸下去了，就发生这种事情。协助急难慰问金、学生平安保险等申请作业。对此一事件，本校深表遗憾与不舍。 屏科大校方表示讲，姓周的男大学生平常时伫学校成绩真好，佫伫校内工作，家厝内斗趁钱。校方会亲手将这个毕业证书交予家属，只是讲要毕业啊，准备要拍拼前途的少年性命，却因为车祸雄雄消失，留予亲戚朋友无限的悲痛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